没有时间了，你先出去，我去找他。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我们一个都做不了了。那你呢？你等着我，我一会儿就出去。快走！于大人，你快走！万捕头已经出去了。我猜这个浮云木，只有破坏了阵眼，才能有一线生机。外面16和万捕头重情义，你一定要带他们走，千万不能再让他们以身犯险了。好，你自己保重。16，万捕头，万捕头，小心点。万捕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大哥和玉大人呢？玉大人和沈阳没出来吗？你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？我们被山中阵法给困住了。沈阳让我先走，可是不行，我得再去找他们。哎，你先坐。万捕头，你别急啊，你现在不能进去了。你相信我大哥，如果我大哥在外面，他也不会让你进去了。说不定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。
玉大哥，你怎么了？玉大哥，你回来就好。我大哥呢？我要去找他。他没事，你别冲动。玉大哥，沈阳呢？你放心，他应该早已击破了浮云木，利用空隙逃出去了。或许这会儿，他早就已经在狐仙庙等着我们了。我们不能乱了阵脚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早与你大哥在阵中商量好，你大哥的意思是想让你回京城，然后他会与我们来会合。你在京城的话，这样好接应。好。玉大人，玉大人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万月亮，不急，不急。年轻人，你根骨不错，可是伤势太重，刚给你包扎完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看你这衣着，可是朝廷的人呐。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。没错，我是朝廷派来的人，路过此地。请问老人家，这里还是定州管辖吗？这是定州州界武义县林家药铺，我是这儿的郎中。我在山口啊，看见你跌倒在路边儿，我把你带回来。年轻人，你是要进山吗？我是刚从山里出来。你真的是从山里回来的？怎么了？这山里一直闹狐妖，自打去年就没人再敢进山了。那老人家，您为何进山啊？我儿子去年进山就失踪了，一同失踪的还有10几个年轻人。衙门不让再进山，我只能在那山口等。我等了1年，他也没回来。10几个人失踪，衙门难道不管吗？衙门也派出去过衙役进过山，可是回来后，他们就说从未见过任何人的踪迹。我出阵时，已经穿越了山峦竹林，金矿在山中，这里在西南方向。也就是说，灵狐村是帅府和金矿的中间点。如果浮云墓中的白骨就是武义县失踪的村民，衙门进山不但没有发现异常，还能从浮云秘境中安然离开，这实在是匪夷所思。老人家，您刚才说，衙门派进去的人都安全地出来了。是啊，可从那以后，陆陆续续还有人失踪。这就对了。老人家，您心慈人善，您的儿子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为了找儿子，我把家底儿都花光了。我现在只能在家等儿子回来，我还能做什么？这个您收下。这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这救命之恩，多少钱都报答不了您对我的恩情。令郎回来之后，您还需要更多的钱，这些钱也能维持一段时间。您看我这衣服都破旧了，那我就劳烦您出去帮我买件衣服，
再准备一些吃喝，我还要赶路。好，我去就回。老人家，啊，衙门在哪儿？从这儿向东过2条街就是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好好休息。我去就回。主上，我曾在山中用呼哨召集你们，你们为何不现身？请主上恕罪，属下跟随您进入山后，原本已进入竹林，可不知为何，每次走出不到100米，便找不到方向。属下们多次尝试，都无法进入竹林深处，所以只好暂时撤出。那是阵法在作怪。我们在此处有多少人马？不多，只有1队人。马上去县城和周边查一查，看有万云岭和玉长风的消息吗？是。此处是鲁班门的地盘，鲁班门与我们素来不和，这次我又识破了他们的秘密，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们要多注意他们的动向，还有，自己要多加小心，不要着了他们的道。多谢主上关心。这就是胡奎。前2日死在这儿的胡家兄弟就是他儿子。这胡奎1年前就开始变得疯疯癫癫的，村子里的人见了他都躲，久而久之啊，就没人敢靠近胡家院子。想不到就这么死了。哎，你先去吧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。啊，是。先前在胡家密室发现的书信，也许是这老人送给他2个儿子的。恐怕这胡奎一直在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掩盖储藏大量黄金的秘密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。那到底又是谁？一定要让胡家灭门。金矿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么看来，胡家兄弟一直在山中开采金矿。中途暗藏了金子在自己家，因此惹怒了12宫的人，对他痛下杀手。这么看，这垂芦山里藏着12宫余孽。此地乃北定帅管辖之地，若真是如此，怎能瞒过所有北定帅府的人？北定帅府对狐妖案始终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我们到这里查案，他们都没有任何行动，所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。这些事情都与北定关系，是公案，也是私案。大人，外面有人声称是帅府客卿求见。什么？快带我去！客卿大人前来，在下失礼。不知客卿大人此次前来，怎么没有命人通报一声？在下好命人招呼。县令大人客气了，在下只是客卿，尚未有实职，不必拘礼。在下只知大人是帅府上的客卿，还不知道大人如何称呼。
温彬。温大人，久仰久仰，下官早有耳闻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一见。今日一见，真是名不虚传，比下官想象中更加年轻有为啊！县令大人说笑了，在下是开武年间生人，今年已20有8，何来的年轻有为之说啊？若是下官没有记错的话，开武13年，温大人可是榜眼，年仅17便做了北定帅的参军。镇银案后，将军被贬定州，您便辞去了官职。如此淡泊名利之举，下官真是敬佩。县令大人怕是记错了吧？您说的是刘业纯刘大人吧？开武13年，在下还在求学呢。瞧下官这脑子，望大人见谅。为将军办事，县令大人谨慎些，自然是好事。如今可算是验明正身了吧？温大人说笑了。温大人此次前来，可是为了刘业纯刘大人查验进山记录之事。前几日下官便收到帅府的来信，进山记录早已准备好。那就有劳县令大人带在下去看进山记录吧。请温大人。这个案子大概发生在1年前，当时隔壁村的村民前来报案，说家人失踪。这群人就像蒸发了一样，平白无故的消失了。有人说看到他们进山，下官正想进山查验，刘业纯刘大人来了。他说他已经禀告将军，将军命他过来检查。大人您也知道，那座山是将军的辖地，武义县乃是本官管辖。照理来说，是不允许百姓进山打猎的。但是，此事屡禁不止，百姓哪管这些？刘业纯大人当时带下官还有捕快绕道进山，下官非常不解。明明村子里就有一条道路可以直接进山，为什么要绕道呢？后来问过之后才知道，那个村子闹狐妖，死了多少人呢？整个村子都空了。后来下官再进山的时候，便再也寻不着人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温大人，温大人。啊，在下只是想到一些事情，失礼了。请问县令大人，在之前您进山时，发现什么奇怪之处了吗？奇怪之处？在下未发现什么奇怪之处。可是我听县里的百姓说，此山有进无出，所以我很好奇，这山中到底有什么？大人，下官并未发现什么。在山中藏着如此奇怪的阵法，刘业纯带人进山，竟没有任何伤亡。所以刘业纯一定执掌着山中阵法，甚至这阵法
也许就是刘业春所设的。这北定帅府中人定有蹊跷。温大人，温大人，哦，您在说什么？请问县令大人，您寻人未果，就这样放弃查案了吗？温大人，在下也是一方父母官，所作所为也对得起头顶上明镜高悬这4个字。但是大人您知道，有些事非人力所能及，下官也只有尽人事，听天命。这种感觉，温大人知道吧？温大人，下官聊备酒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哦，在下竟不知县令大人已经备好了酒菜，可是，在下实在是公务在身，要马上回禀北定帅，恐怕这顿饭在下是吃不上了。县令大人，在下就先告辞了。来人，带我送客。温大人，请。将军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说是您的旧部玉长风。快请。是。玉大人，请。末将玉长风，拜见将军。快请起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这都多少年了，也不来定州看看我。莫不是在京城住惯了，早就忘了我这个驻守边关的大哥？将军又在消遣属下。一别经年，属下一直挂念着将军。嗨，你呀，还是老样子，开不得玩笑。将军，还有一个人，也很想见你。义兄，灵儿，你怎么又从宫里跑出来了？这不是想念义兄吗？就你嘴甜。说吧，你们2人来找本帅，一定有什么事。我……哎，先坐。大人，许大人略备薄礼，还请大人多多笑纳。回去之后啊，还请您为许大人多多美言呐。那是自然。大人，请留步。大人，马已备好。大人这么糊涂，还望在下为许大人美言，真是可笑。何出此？何人？他是什么人？帮我们的人。主上，系。鲁班们，真是处心积虑呀！要不是认不清你面貌，这次可真就凶多吉少了。我们快走吧。走。走。
义兄，这次我和玉大哥前来，是因为狐妖案的事情。本帅听说了，王氏安排你。 可以了却自己的心愿。所以你的心愿就是想查本帅辖地的狐妖案？这几日来，是邢律司在将军的辖地查案，属下已经确定，这狐妖案的背后，是天机12宫的人在装神弄鬼。又是天机12宫。 义兄，这群江湖乱党已被我们查出实据，山中的浮云木和狐妖案都与他们有关。邢律司为何不去追查12宫，反倒要来找本帅？将军恕罪，并非邢律司僭越行事，我们冒昧前来，是因为发现狐妖案的背后隐藏着惊天秘密。12宫在隐藏一座金矿，垂庐山中的一处金矿，此事事关重大。 我们不得不前来求证。现在连邢律司都知道此地有座金矿，我们只是找到了金矿的线索，并未能确定具体位置。此前，我们被浮云木困在山中，而阵眼中隐藏着黄金，数量惊人。如果不是就近开采，谁又会将如此巨量的金矿藏于深山之中？ 灵湖村案我们已经查过了，胡家3口就是因为偷挖山中金矿而死，而且灵湖村案发生这么长时间，如果不是官家相护，谁又会将这件事情掩盖得如此完美？不必多说了，剩下的事情，本帅自己会处理。我不会放过天机12宫的。公主和玉大人查案也累了，邢律司事务繁多。 本王就不留你们了。义兄，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到如此地步，我们怎么能不管呢？浮云木已经被破了，阵中黄金无人看管，开采黄金之人肯定会再次到阵中偷取黄金。我们只要暗中跟随，定能查出真相。将军三思。此事太过凶险，你们就不要管了。听本帅一句，回京复命。 将北京发生之事写成密报，呈给皇上。灵儿，你是端纯公主，也是千金之躯。门主，出大事了！大声点儿！是，禀报门主，刚刚来报，帅府调兵在境内巡查，调查金矿之事。武义县，我们的人失手了。
阎王殿突然出现月寒死里逃生。什么？帅府中怎会突然有此动作？把三道的弟子全叫回来。是。放肆！主人还没说话，你怎敢擅自做主？那是你主人，老子没主人。你，裘阁主，就听庞门主的吧。兄弟们，行律司那帮狗贼坏了我们的大事，二道弟子、三道弟子即刻出发，追捕行律司。等他们出了北境再动手，绝不能让他们回到京城。是。庞门主是不是在京城也安排人动手，以防万一？有点意思。你还有这能耐？庞门主过誉了，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能耐？还不是全都倚仗庞门主。哼。撤！撤！驾！撤！撤！撤！沈阳，我们已经不眠不休跑了200里了，人不休息，这马也受不了。玉，这离京城还有多远？日夜兼程，估计明天早上会到吧。沈瑶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爹娘在天之灵要是知道我根本就管不了你，肯定会后悔把你这个小兔崽子托付给我。谁是小兔崽子？我还比你大3岁，到底谁托付给谁呀？你是小辈儿，我懒得跟你争。我告诉你，沈瑶，你这次没事儿，算你命大。这个鲁班门当中竟是能工巧匠。当初为了王上修建宫殿时，恰逢库戎入侵，他们可是为北定帅的北伐部队效力。虽然惜败白荡关，但能与库戎步骑兵大战，他们的战力不容小觑，不是你耍耍小聪明就能应付得了的。现在如果任由鲁班门继续集结门众对付我们，情况恐怕会非常不妙。或许我们就不应该与鲁班门为敌。我们本来是一家人，当初若不是他们轻信谣言，说我们阎王殿私吞镇银，也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。这天下本就应该以和为贵。你做你的白日梦吧。你难道不知道，鲁班门门主庞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鲁班门，庞震，怎么样？我还怕他不成啊？哼！沈瑶，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我虽然一直带你行使公主之职，但现在毕竟天梯12宫内忧外患，阎王殿不能没有你。你迟早要回来给我管事儿，听到没有？小姨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我们可是说好的，我查镇银案，你替我行使公主之权。我真应该拿家法好好教训你。你说你非要进什么刑律司，查什么镇银案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镇银案必须水落石出。难道你想让我们阎王殿一直这样被污蔑下去吗？说我们无意贪财？那你查出什么来了？哎，玉长风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行动啊？他人在哪儿呢？我们查案，从竹林浮云墓出来，浮云墓被我破坏后，他们就能找到正确出去的方向。他们现在应该回京城了，可是鲁班门已经对我出手，恐怕也有针对他们的行动。你是说玉长风可能会有危险？那还不赶紧走！驾！驾！哎，你现在不担心马了？撤！还在想将军的事？玉大哥，你说我义兄会不会真的参与此事啊？将军此番决定态度模糊，虽然我相信将军的为人，
但是其中还有各种内情，我们无法得知。可我实在想不通，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参与调查？还有太多的秘密，你我无法窥视。算了吧，再往前就出定州了。帅府的护送队伍已经回去了，我们还是快点去找沈瑶吧，兴许他能知道怎么办呢。啊！